原住民唱歌的时候，台下一定要一起打唱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央5位的加油打气，请举手举手举手，有没有念过书？好，现在教唱的时间，跟着 tempo。A 区请举手 ，B 区请挥圈。好 ，A 区哦，来教你们唱一下哦。哦哟哈哦哟哈嗨，再一次，大声。哦哟哈哦哟哈嗨，好，大概60分哦。好了 ，B 区。哦哟哈哦哟哈嗨，哦哟哈哦哟哈嗨，对，出来的 B， 好 ，A 区再一次哦。哦哟哈哦哟哈嗨，哦哟哈哦哟哈嗨 ，B 区。哦哟哈哦哟哈嗨，哦哟哈哦哟，来一起合唱哦，我唱。
们先来欢迎他好吗？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阿美族最优秀的弟弟，欢迎卢学瑞。怎么能够？真的蛮高的呢。阿美族不都是这样子吗？平均身高180这样子。对，就有人负责长高，有人负责长美，我是长美的。对呀。好，今天学瑞你知道？哎，对，你看学瑞他今天背的那个情人带，你们知道我们接下来唱这首歌也是情歌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情歌。你讲一下这首情歌有什么特别的？这首情歌呢，你就会发现阿美族的女生哦，真的是很激烈。怎么说呢？很激烈在哪一个部分？就是追求爱情的部分。对，所以就是喜欢阿美族女生的男生呢，其实都很幸运，因为他会很深很美的爱情故事。可是，觉得你知道我们阿美族男女的那个表达是谁追谁吗？你知道吗？通常应该是女生追男生啊。答对。你有被阿美族女生追过吗？很多，没有。哎，你们知道阿美族的传情方式吗？我们今天跟大家小小介绍一下。因为通常因为我们阿美族的人呢，其实平常都是不能直接表达，然后但是我们的传统上是女生追男生，有没有？男生就是尽量展现肌肉跟美貌这样子，然后让女生挑，有没有？对，通常我们都是透过祭典的时候，丰年祭的时候，男生就你知道展现的臂膀有，然后呢，女生通常都会这样从后面，喜欢他的话就会拉一下他的情人带。然后，如果2个的话呢，怎么办？然后2个的话就一直推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推他这样。那如果3个的话，就拉头发。但是你们知道，阿美族很民主的。如果我们3个都在抢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回头，因为他可以选择。最民主的时代就是这样。真的吗？我决定了。谁？我要选择他。很好，这个讲得很好，对不对？这首歌流传了很久了，对不对？流传很久，因为其实这首歌算是那个原住民的金曲排行榜 Top 1。Yes。对。就是流行45转永远不败的一首歌。对。为什么有流行45转？这首歌应该已经蝉联那个阿美金曲排行榜大概45。而且这首歌被汉人可以吗？被白浪翻唱。然后有被日本人翻唱过，对，了不起呢，马兰部落，很不错啊，我觉得马兰部落优秀的青年很多。那你今天可以帮忙我的鼻音一下吗？很适合，很适合吗？阿美妇女不就是鼻音出众吗？比如说呢？比如说像是那种，耶安海乌安海呀。好，来唱这首《马来姑娘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会唱的一起唱哈。我们阿美族喜欢怎么讲？我爱你。马乌拉海嘎库基苏安奈。马乌拉海嘎库基苏安奈。
有发答案？把那技术，发哪？哎，技术啊，我的嘛。赶紧过海，好，马上遇到技术啊，马扎油，技术的。哎，开始乱讲了，